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uki 啊！大家如果平時有睇開我嘅片嘅話咧，都會知道咧，我啲客人咧大部分新屋裝修，佢哋都係用飛利浦嘅智能門鎖㗎。今日我哋親身嚟到博覽會呢一度啊，飛利浦嘅智能鎖會場呢一度試下飛利浦呢一把好受客人歡迎嘅720 FVP。我哋一齊試下，佢最厲害嘅地方咧係佢嘅 3D 人面識別功能啊！大家而家見到啦，我化晒妝，佢都可以即刻解到鎖㗎。我哋試下。佢仲有其他嘅解鎖方式，包括咧就係用指紋啦、密碼啦、卡片啦、臨時密碼啦、實體鎖匙咁樣，全部都可以解鎖嘅。佢仲有一個好得意嘅地方啊，就係咧，當你每一次開鎖嘅時候咧，佢嘅微笑燈咧都會着嘅，就好似笑住歡迎你翻屋企咁樣，溫馨咁拉滿啊！呢把鎖佢仲有一個防相片同埋防 video 破解嘅功能啊！而家咧我影一張自己嘅相，睇下佢會唔會解到鎖先。係 fail 㗎。講起電子鎖咧，相信大家都同我一樣啦，都係好 concern 安全性嘅問題。佢呢一度有一個4寸嘅大貓眼，門口如果有人逗留嘅話咧，佢會即時捕捉影像啊。通過手機 APP 咧，會即時通知到我，仲可以用 app 同外賣員遠程對話添啊。閂門嘅時候咧，呢一把鎖就會自動上鎖㗎啦。仲有大大聲嘅廣東話提示音，已關門或者 door close。提提大家啊，一定要買香港嘅原裝行貨啊，因為咧只有香港嘅行貨佢先至有2年嘅保養同埋24小時嘅廣東話熱線㗎。留意翻水貨咧，佢係冇 app 嘅，遠程嘅功能佢根本係用唔到嘅。水貨嘅零件咧，亦都唔適合我哋香港門嘅 model 㗎，一定要認準行貨先至係最穩陣啦。而家展會期間咧，6月25號至到6月28號買720呢一把智能鎖，仲包埋安裝添啊！如果裝修緊仲未入伙，都可以 keep 住呢一個優惠㗎，落咗單之後咧會有1年嘅安裝期俾你，到時候咧再裝都可以好方便㗎。小紅書嘅粉絲再送你3個月嘅零件保養啊！而家博覽會期間咧，竟然4888就可以擁有啦！唔單止平過平時勁多，仲可以參加埋現場嘅扭蛋抽獎，100% 中獎嘅禮物，包括咧有1年嘅保養服務啦、氣炸鍋啦、電動牙刷、門卡等等啊！禮品嘅價值咧總值係超過50萬啊！真係實實在俾你嘅呢一個着數，好玩又有優惠。想換鎖嘅朋友，快啲嚟到家居博覽展飛利浦智能鎖展位1E B27，親身嚟試下。